但是今一度环保节油表扬大会，5号超过500位环保工作者出席见证。伫环保局安排当营社区乐龄太鼓团的热情表演，嘛是要凸显今年伫200多位得奖者当中，有12位超过90岁以上，服务年资嘛拢超过10档的中青职工，实在足甘心。会中因意接受市长黄伟哲颁奖，感谢大家付出，成为环保模范，更是台南的福气。年纪这么大，然后能够挺身而出，为自己家里、为自己的社区、为自己的环境而努力，特别让人家感佩。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，他们能够这个越老越健康吧，因为多做善事，多做环保，做环保能够更健康。自李小姐入阮的国体社区，我都拢做业绩工啊。无啦，做职工真欢喜啊，会当活动就足欢喜的啊。咱人若要活较久，就爱活动。根据了解，台南有26000多位环保职工，不管敢有得奖，拢是台南市的宝。嘛希望号召更较侪职工来加入，做回来守护环境。我们其实对于社区、对于河川的巡守等等这些呢，志工给我们很大的力量跟支持啊。因为毕竟台南市清洁队员人力还是有限，所以在比较细节的部分，还是要靠这些志工来帮忙。台南嘛，因为环保职工甲企业的小天，互咱的环保绩效一直伫全国是数一数二。台南新闻军及蔡宏报道。